中外部有真侪饲芳的农户，若到采蜜期，就要四界去刷芳收，嘛要注意天气，真费心力。农会特别引进到智慧芳收的系统，会当用手机点选，掌握到相关的资讯。 厂商代表尽力解说智慧饲芳的新技术，标榜免插电、免网络，透过太阳能供电，就当透过网卡将机器测到的温度、湿度、芳香的重量等等资讯，显示伫咧你的手机内底。 比如它的温度、跟它的湿度，还有整个蜂箱的族群的重量。外部地区真侪饲芳农民，便若到采蜜的时间，拢会跟对无共果子树开花时节，四界千刷芳香，就赶快注意天气变化、含芳的健康。对饲芳的人来讲，被照顾真了解啦。现在我家透过我一只手机，我就很清楚的看到我蜂群它的健康状态和它的发展状况。市府农业局嘛讲，这几年极端气候影响，和饲芳的能力成本是难能可贵，所以希望透过智慧芳收系统，和饲芳农民会当愈过愈轻松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